美麗傳奇。迪金酒莊 Chateau de Cam， 迪金酒莊 Chateau de Cam 係全球最著名嘅甜酒生產商之一，位於法國波爾多嘅索特恩 （Sauternes） 地區，係1855年波爾多葡萄酒分級中唯一被評為 Premier Cru Superior 一級特級酒莊，係波爾多唯一獲此殊榮嘅酒莊啊！等同於波爾多五大 Premier Cru Classé 一級莊，包括拉菲 Lafite、Latour、馬哥 Margaux、奧比昂 Aubryon 同埋木桐 Mouton Rothschild 之上，係甜酒界奢華同卓越嘅代表，被譽為甜酒之王。Chateau de Cam 曾有一段美麗傳奇。喺18世紀某年，因莊主意外延遲咗葡萄樹採收時間，俾葡萄過分成熟啦，加埋氣候同埋特殊環境底下，上晝霧氣而白天會變乾燥嘅，令到葡萄滋長咗貴腐菌 Botrytis cinerea。霉菌絲穿透過葡萄皮使到水分蒸發，葡萄汁濃縮，讓糖度增高，將甜味鎖喺葡萄裏邊。呢場美麗意外，創造出波爾多貴腐甜酒 Noble Rot Wine 嘅美麗傳奇。呢款白酒令視覺、嗅覺、味覺同埋觸覺幾乎同時被激發，歷久彌新。呢個都體現咗釀酒藝術中偶然性同奇蹟嘅魅力，從而改變迪金酒莊喺世界奢華品牌中嘅地位。具有400幾年歷史嘅 Chateau de Cam 家族代代相傳，精心管理龐大酒莊，並能擁有得天獨厚嘅氣候同埋地質條件共同作用下，形成咗一種罕見嘅平衡。但400年古老家族繼承，最後都敗於大集團。喺2004年LVMH 集團成為迪金酒莊嘅新莊主，唔少人都擔心會唔會令到傳統品味轉換成商業口味，定還是 LVMH 增強咗迪金酒莊能夠更上一層樓？各位愛好者，你哋又覺得係點呢？黃金常代表住奢華同埋高貴，將 Chateau de Cam 甜酒稱為黃金酒滴，唔單止反映咗其卓越嘅品質同埋高雅地位。迪金甜酒喺拍賣市場上面嘅價值非常之高，就如黃金一樣不停升值。有啲甜酒喺過去嘅近200幾年中，仲係展示出良好嘅狀態，仲能夠喺酒評家評到滿分100分，或者就獨此一家。係著名年份如1811年、1847年、1945年同2001年等嘅酒款，常常售出天價。黃金酒滴誕生，因葡萄過熟，由青黃色變色金黃色，再加上葡萄喺經過貴腐菌嘅作用之後，葡萄嘅色澤再由金黃色會轉變為紅褐色。其黃金般濃稠嘅酒質，具備濃郁嘅味道同埋香氣，如蜜糖、杏子、香料同埋焦糖等帶嚟甜美而令人愉悅嘅口感。仲因為採收每棵葡萄樹基本需要採摘5次或者以上，因為葡萄成熟時間唔一樣，所以需要大量人手挑選感染貴腐霉菌嘅葡萄。其生產過程中嘅嚴格篩選，以及製作工藝嘅要求，甜酒通常數量有限，增加咗其稀有性。其獨特嘅釀造過程、文化價值同投資潛力，成為咗全球酒界嘅瑰寶。Chateau de Cam 迪金酒莊釀造酒款極為複雜，歷經百年而更甜美。平均每棵葡萄樹只能釀出一杯酒，需要4至5倍嘅葡萄先能得到一樽上等精釀甜白酒。初嘗總係絲滑細膩，帶有果醬味道，就如橘子或者冇花果醬，往往奢華無比。隨後佢逐漸飽滿，並能包裹住你嘅味蕾。因甜度同酸度能保持之間平衡，令你一試難忘。迪金酒莊嘅餘韻咁傳奇悠遠，
感受到400年歷久不滅嘅傳奇故事。多謝大家收睇 HK Bacchus 頻道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葡萄酒。唔好唔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按鐘仔俾我哋啊！